这当3节我的得研究。基本上，心的体性是如来藏。对的。3节这个得研究不让我嘛西巴的你了，那是谁话的什么？因为这个心他不认识，或者说未曾认识这个如来藏，所以就称之为是。那是的，大家说路了那边那个说了弄当样的那样。这个是，当他安住于这个身体的时候，他是跟气同住的。哦，弄当样的那样。对，但呢，弄当那些人样的那对，那些个那个谁呀？对，弄个样的那个结果。由于气跟识这两者同住的缘故，所以当识它有所动作时，气也跟着有所行动。弄个那个谁的留就这里，而气所行动的地方就是脉络。留个这了的呢，的呢，如果那么就是他们叫做。而身体就是因为这个脉络才会有所动作。那么这个脉络是我们观想的那个三个脉，不是我们身体的这个血脉的脉。那炸谁的地方，都给乌马罗将士就在炸的时候，那个炸在口秀的时候，如不是动，如不跟他们炸口秀。但是老将做的时候，不咋用做了过的。以三脉跟身体所有的脉络，全部都囊括在这里面。身体的病脏，疾病吗？脏病哦。理解这把他呢的身体，我对心里强烈的学习。到2000年那当的，他这当学生忙不过来是吧？让我怎么学啥什么事？再难弄的有的，2000年那当的。有关于身心的情况，其实呢，在洪武百尊里的引导里面呢，会有很详细的讲解。我们刚刚只是很粗略的跟各位说明而已。对呢，身的电把掐，路的身的是个电掐到的是。心跟身这两者来说的话，那么心呢是能依，而身是所依。但那的呢，我说缺不过呢，就这样，缺到我的身的掐，第十六个不过的，到我的流掐到的。就像是水管跟水，这个水管就是身体，那水就是心，可以这样理解。对呢，流的那是个电的哇，那是个电流的呢，人就话当的，确有是个不过人就话当呢，对不过个是呢，确个掐个的哇，长不是呢，长不掐的哇，对那意思人就话都他是个嘞。身体是心之所依，所以就像是水在水管里面流动一样的。如果说这个水管阻塞了，那水不通，所以身体有障壁，身体不那么的健康时，我们的心也没有办法畅通。但呢，这个但呢，就话都不精神了，对呢，生活样同逻辑这把样大。为了要能够有所转变，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亲见自心的心性，那么也必须要能够净化障壁。我请问一下，我那个净宗的瑜伽，无论是字有练那个南无阿弥陀佛他也有办法名称见性。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密码有时候很复杂这样这样比较复杂这样那有的像我我就有办法的是那个变了，路那他性吧，我的那个。说的。
对做给的呢，南无阿弥陀佛真的，得看的长的那生光抽脚的是，但得一个七斤马线没打多好几那样，得看的长的那生光抽脚的那些脚的是，看的长的南无阿弥陀佛。你边那打，他就看那边那马好几，如果你不没需要，那看到的多好几那可能他们的，所以你才问说这两者的差别，说这两还是说只是修净土也可以成佛这个意思吗？他们说他不会砸到，让他去那边帮我。会不会到净土会成佛？是这个意思吗？是要这样问吗？对对对。你可能你这嘛先那可得看的长的那，他变性很多呢，他妈才把点上见多厉害的休息的。对，这个意思。会啊，可以啊。얘네 양 강한 창하오래 시대 갑디네 갑소라 소수그 문에 되네 오바메라 대바 쭈마 마이 바베 대바 효키모 효고리 当然可以去，可是呢，以自己的角度来说的话，首先必须要对阿弥陀佛有无可造作深切的信心。 디땡 되니라 되네 오바메 그 선업쇼 在这之上，再获得阿弥陀佛加持的注入。 디가 되네 대바 당 선업니 그 누바라 되네 나랑 장니 장도로네 상제베 계자레스 借着信心跟加持力这两者的结合，让自己能够不断的往上来增长，或者说越来越往善处，那么前行到前进而后成佛，要这样去理解才行。ten데 마도 ten데 디 바다라 롭종 세롱 마티 내가 수 남들 그바 코로요 다가 나기 까하 마신의 상제 톱섬 그저 마다 이게 마신의 상제 톱섬 그저 말이지 所以说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修行，而不是说我可以一个字都不用去认识，不用去做任何的学习的，那就等着成佛。 ten데 ten데 데라 칸데 라고르 세도 지단 양종 제고 상제 공부 토야래 양종 자단 제고 양종 시 롭종 시 베샤다 잘롱들이 공연도 보다다 냠니 차단 시고 그랬어 게럽도 보내가 차단 제고 그랬어 상제 공부 토야라 차단 제고 그랬어 基本上为了要成佛，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行善止恶修持气脉明点，或者是明心见性等，这些都是为了成佛而来做而来进行的。 얘네야 타톡 상제지 공부 토용로와 데 투지 그 조당보 자완다데 수세도 다데 나아멘 토세야 데 주로와 오데 짐치네 티네 디 상제 공부 톱송리 세시고 그래서 所以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可以作为成佛之最基本的因，但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刚刚所讲那些事情还是必须要去做的。所以当你成佛之后，你往回一看。 到底我是因为什么而成佛时？原来除了刚刚所讲那些累积资粮、尽除罪障的行善事情之外，我最初是因为我念诵南无阿弥陀佛，才得以经过这些步骤而成佛。本来我从这烧红豆有啊，这烧红豆，这烧红豆都可能南上借用嘛的哇。先看了，但就说忙不些天，他们你们那借的第一个这的水借的是比较烧红的借的，是我就压了我的哇，挺难借的。 就好比像是你有一颗谷子，这个谷子它不会马上的就结果，它必须要播种到土里之后，然后发芽、茁壮、开花，最后结果。当你拿了这个最后的结果的谷粒，你问说，这个谷粒从哪边来的？当然它最初就是从那一颗谷，那个米谷来的，但它不是直接从米谷就变成谷，它是要经过发芽、开花这个结果，是要这样去理解。 呀，他都是怎么样做？就是世界性尺度。大概就这样子了。哎呗。哦呀，对，刚这个去那边刚说的，我来个讲没？去啥来有？可以为我们讲一下昆达利尼做佛？时间不够，都没有接着去。
啊，对，都说罗当大的往那这些人们忙不着过的嘛，都南上写秋可需要嘛的噻这个。不能够随便乱讲，必须要先接受灌输，后来忙不就然后过的。还要引导之后才能说。哎，我那个要不写个没了，可是写不完的当呢，却让人弄么都拼脱个嘛的噻。我自己也不太理解，所以即使跟你讲了，除了伤害之外，不会有什么帮助。不是噻，这拼不到来个都刚进结果的噻。所以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伤害的事情？哦，求人不见，显教的净土跟密教的净土有分别。他给大背心当肉给大背心切薄的，吃不了嘛的。没有差别。先当假切上对是要的。但是在讲解的广略上有差别，也呢，短短就过的。但是它的意义是一样的。还有没有发问的？今天发问非常的踊跃，很不简单。刚刚前面有漏掉哈，我们今天真的要非常的赞叹我们法隆嘎记传承的一个大护法，也就是这家公司的陈总经理陈师兄，先站起来。差点呗，你差点呗。呀，我要好，我们一同鞠躬，谢谢陈总经理，谢谢，真的非常感恩他这个常年的扶持我们法隆嘎记传承，真的非常感恩。请坐，请坐。还有这个，我今天下午进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家公司的，这家公司叫做盛条资讯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还有呢，就是它有一个文创，算是一个文创中心了哈。我们今天下午进来的时候呢，有一位杨副总经理来给我们招待，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情的招待给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热烈的掌声的谢谢他，谢谢。今天这个讲座应该是很棒哈，这个看大家踊跃的发言就知道，真的收获良多了。这个就是要去闻也好，要去思维，要去修行，还是对我们这个菩提大道还有帮助这个是应该这样子做的。前面介绍我们这个大堪婆仁波切，他的著作有一句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著作等身。什么叫等身？跟我们人一样那么高了，堆叠在起来跟我们人那么高这个他的著作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我们传承里面的三大事业里面的一个大堪婆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荣幸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然后来聆听我们堪婆的开示，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是不是也热烈的掌声来感恩我们的仁波切？